前世。睡魔花瓶，二位叫做睡魔花瓶。中国勇士画像，《三国志》及《水浒传》。那个画像是中国勇士，《三国志》还有《水浒传》的人物勇士。是在游行市区的。原来这个图像是中国人物，《三国志》《水浒传》的人物。这个人物是中国勇士，《三国志》《水浒传》的人物。